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EOS R Channel， 我係 John Yan。喺 EOS R System 無反相機入面 ，EOS R6系列一直都係好多用家嘅心頭好。無論你係專業攝影師定係中意影唔同題材嘅玩家 ，EOS R6系列喺影相同拍片嘅表現都好出色，性價比真係好唔錯㗎。而嚟到第三代嘅 EOS R6 Mark III， 除咗像素有大提升之外，仲加入咗好多由專業級相機下放嘅功能。今日就等我同大家一齊睇下有啲咩新功能啦。EOS R6 Mark III 嘅機身設計同上一代差唔多，開關掣依然放喺右手邊，左手邊就係相片同埋短片嘅模式切換掣，拎起相機就可以單手開機，好方便。而同 EOS R6 Mark II 最大嘅分別就係記憶卡插槽由2張 SD 卡升級到1張 CF-Express Type B 加張 SD 卡。仲有加入咗 Type A 嘅 HDMI 輸出，專業配置再進一步。講到影像感應器，今代 EOS R6 Mark III 用咗一塊全新嘅全篇幅 CMOS， 像素由上一代嘅2420萬像素大幅提升到3250萬像素。咁喺後製裁切嘅空間就大咗好多啦。即使裁切少少，都仲保持到高畫質。特別係影風景或者活動攝影嘅朋友。呢個提升真係好重要嘅。雖然像素高咗，但係 EOS R6 Mark III 依然保留咗每秒最高40張電子快門嘅超高速連拍功能，仲有佢嘅緩衝記憶體比上一代勁咗1倍。用每秒40張高速連拍加模式嘅時候，最多可以連續拍攝330張 JPEG 或者150張窩相。如果用窩加 JPEG 格式拍攝，最長可以無間斷咁撳住快門掣接近4秒先停止，捕捉動態畫面嘅精彩一刻就易咗好多啦。EOS R6 Mark III 新增咗預先連續拍攝功能，可以記錄撳快門掣之前最多20張窩、C 窩、JPEG 或者 HEIF 相。用每秒40張高速連拍加模式拍攝嘅時候，仲可以記錄返大約0.5秒之前嘅影像。簡單啲咁講，就算你撳慢咗少少快門掣，都唔怕錯過咗重要嘅一刻。想用呢個功能好簡單，只要入返 menu， 喺自定功能按鈕選項入面，揀定一個相機掣去開啟或者關閉預先連續拍攝呢個功能。當下次有需要用呢個功能嘅時候，撳一個掣就即刻開同埋熄，用起上嚟就方便好多啦。EOS R6 Mark III 繼續用 Dual Pixel CMOS AF2， 但今次嘅自動對焦演算法有改良，對焦穩定性提升咗，尤其係對人同動物嘅對焦表現比上一代更加準、更加穩。同其他新一代嘅 EOS R System 無反相機一樣 ，EOS R6 Mark III 都有全區域追蹤視伏自動對焦功能，只要相機偵測到主體，半撳快門掣就自動追蹤主體嘅最佳位置。就算相機震動、主體移動，甚至主體交叉咁重疊，佢嘅對焦演算法都會死跟住最初辨認嘅主體，操作起嚟真係好穩定又易用。主體辨識方面 ，EOS R6 Mark III 用咗 AI 深度學習技術，支援人物、貓、狗、雀仔、馬、汽車、電單車、火車同埋飛機，總共9種主體。仲有新加咗同 EOS R5 Mark II 一樣嘅自動對焦區域選項，有4款帶鎖嘅區域。半撳快門之後，對焦框就會固定喺原位做 Shuffle 自動對焦，而唔會喺全個畫面做追蹤，啱晒啲唔想用全區域追蹤嘅用家。講完影相，又講下呢部機嘅拍片功能啦。EOS R6 Mark III 喺影片規格上加咗好多新嘅選擇。最搶眼嘅就係首次喺 EOS R System 無反相機加入咗 Open 機片門全開紀錄嘅格式，支援最高 7K 30格 Open 機 RAW 同 MP4。用 Open 機拍片嘅時候，可以用盡 CMOS 3:2完整嘅視覺，視野就更加廣闊啦。最正嘅地方就係後製裁切空間大咗好多，同一條片可以自由裁切橫倒同直倒嘅長寬比，裁切縮放定係平移都得嘅，尤其而家 social media 流行直倒嘅影片 ，Open 機真係好實用。想用嘅話，只要喺影片拍攝模式入翻 menu，揀翻短片記錄大小就搞掂㗎啦。
除咗 Open 機 EOS R6 Mark III， 仲有其他高質影片格式，例如7K 60格17:9內錄蝸，同埋好多人用嘅 Oversampling 超取樣冇裁切嘅 4K 60格同30格 MP4， 唔同格式都保證到高畫質。喺普通 4K 影片方面，佢支援咗最高 4K 120格同 Full HD 180格冇裁切 MP4 攝錄，仲可以同步錄埋聲音。如果喺拍60格或以上嘅影片，喺相機播放嘅時候會用翻正常嘅速度咁播放，但後製嘅時候你就可以將翻條片變翻慢動作。仲有 S&F 短片模式，可以直接拍 4K 最高60倍快動作同埋5倍嘅慢動作短片，喺相機播放翻嘅時候就即刻睇到翻個效果啦。所以 RAW 機之前大家就記得 check 清楚晒啦。為咗令到拍片流程更加順暢， EOS R6 Mark III 仲加咗好多同拍片相關嘅功能，例如機身前面嘅 Tally Lamp、Waveform Monitor、Force Color 同 Zebra 嘅顯示，幫你監察住錄影嘅狀態、畫面亮度同埋曝光，咁就更加得心應手啦。仲有新加嘅放大短片記錄顯示功能，拍片嘅時候可以放大2倍、5倍或者10倍。配合 Open 機拍片 ，EOS R6 Mark III 支援同時顯示16:9橫倒同埋9:16直倒嘅長寬比標記，拍片構圖嘅時候就一目了然，好方便啦。今次 EOS R6 Mark III 喺機背加咗個色彩模式掣，可以快速喺 Picture Style、色彩濾鏡同埋 Custom Picture 3種模式之間咁切換，新加嘅14種預設色彩嘅濾鏡。等你按住唔同嘅場景同喜好揀色調，我個人就好推介 Story Teal and Orange、Story Blue 同埋 Accent Red 呢3款。無論影人像定街拍建築，畫面色調即刻好有 feel， 啱晒啲唔想花太多時間後製調色嘅朋友。如果係專業製作嘅用家，可以用 Custom Picture 色彩預設，支援 Canon Log 2、Canon Log 3同 Canon 709等設定。後製調色空間同保留動態範圍嘅細節就多咗個選擇啦，仲可以透過 Look File 功能將甩套用到相機，唔單止可以直接記錄落條片度，仲可以喺 LCD Mon 直接預覽甩嘅效果，大大提升咗拍攝調色嘅效率，工作流程簡單咗，咁就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啦。而家 Canon 官方嘅 Canon LUT Library 網站有41種專為影片編輯設計嘅甩檔案。用家可以透過 Camera Connect 應用程式下載到手機，現場即時套用到相機裏面，拍片咧就真係方便咗好多啦。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睇完記得喺下面 comment、like 同訂閱我哋 Canon Hong Kong YouTube Channel 啦。下次見，拜拜。Canon, delighting you always.